我相信琪琪也会度过这个难关，因为上次他的化疗也是很痛苦，但是他走过来了，他这次应该也是会很坚强的走过来，因为他有两个小孩，他要照顾两个，我不哭，加油，不哭，我不哭。不要哭了啦。其实也是这个，昨天才检查出来，才真正了解。就在这个他检查出来，从这个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淋巴，从淋巴那里这样扩散开来。那现在目前是可能还有这个肺部也有，那个肝脏也有。那昨天医生就赶快要叫他进来，马上就先做人工血管，就准备化疗，先化疗，就这样子。其实她怀这个男生的时候，她就之前要生产之前就一直咳嗽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觉得很奇怪，看了很多医生，然后也不会好。后来她生产完，我跟医生讲说，是不是要把她检查一下，为什么咳了那么久？她自己还说啊，医生讲啊，这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就经常会咳嗽，这个生产完就会好。后来检查出来就发现有了，对啊。那琪琪现在状况还好吗？有不舒服的地方吗？还好，就咳嗽。就是还在咳嗽啊。就咳嗽啊。我会很坚强。啊，对啊。我很坚强。我相信琪琪也会度过这个难关，因为上次他的化疗也是很痛苦，但是他走过来了，他这次应该也是会很坚强的走过来，因为他有两个小孩，他要照顾两个，我不哭，加油，不哭，我不哭。不要哭了啦。他有两个小孩，他要照顾，你知道吗？他不能有什么事情，而且还有一点。好，我不讲了，妈妈不讲了。不好意思，那我们就先这样了，好不好？各位媒体大哥大姐，先这样了哈。谢谢哦。对，谢谢，因为有跟医生有约时间了哈。谢谢，走，我们见。